不会醒。那我们现场的朋友可以来到舞台近一点，我们尽量的不挡住后面的人行通道，我们往前站一点，一起来跟我互动，一起来享受美好的音乐时光。给我一个吻，可以不可以？吻在我的心上，让我想念你，纵然瞪着你眼睛，你不答应，我也向你倾诉，绝不伤心，纵然逼着你。